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30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大卖场 Costco 有一款冷冻综合酶，互人验出有 A 型肝炎的病毒，已经卖出去17000多公斤啊！卫生局当咧通知一寡消费者，不过头先 Costco 阁唔提供名单，所以互卫生局该罚30万。卫生局人员所提就是被验出有问题的冷冻的莓果，因为被验出 A 型肝炎毒素呈现阳性，所以讲真侪消费者拢来退货。高雄市卫生局讲，依据好事多所提供的消费资料，卖出去的数量有17000公斤，也掌握高雄市2400多名买到的人，也伫2备用感信来通知。不过对着一开始好事多故作提供消费资料，卫生局是依法开罚30万块。针对好事多未及时配合提供销售清单的部分，卫生局已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处以新台币30万元罚款。高雄市卫生局讲，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的部分，会依据所造成的影响的规模、严重的程度甲相关情节综合评价了后，处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而好事多除了将物件拢收起来以外，也开放退货。医师也提醒，若民众出现发烧、规身躯人身无爽快、食袂落、会吐甲腹肚无爽快，大只急性 A 型肝炎疑似症状，要赶紧让医生看。我们的眼睛变黄的时候，有黄疸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肝发炎的现象。1%的人可能会变成猛暴性肝炎。通常急性肝炎不严重，致死率也低。那大概是3%，而且比较集中在本身就有慢性病的患者。医师讲 ，A 型肝炎的稳状期有2个月，患着 A 型肝炎的死亡率是3%。也不过医师也讲，那建立免疫性肝炎致死率8%。联好事多讲，已经赶紧把这商品全部拢收起来，对着造成会员无方便，感觉真失礼。也不过消基会批评好事多无做好这个监控，那有效记着消费者的申诉，无排除协助消费者来拍这个团体官司。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台北市开25亿打造翡翠水库的原水管，按算明年6月开始为水库直接送水去净水厂。未来若是做风台，就免惊水搁变甲上落上垃圾。过来是自由时报，根据调查，中国的违法盗版机上阿爸害台湾的影音产业，一档损失283亿，而且嘛抢走咱合法的机上阿爸500亿的营收。落尾是中国时报。劳动部统计，因为疫情等候甲全球的经济变化，即马咱国内有23.2%的青年想要去国外食土路，上侪人要去的是美国、加拿大，第2是纽西兰和澳洲。来看美国白宫前国安顾问波顿昨来到台湾访问，发表演说，讲到中国的威胁，也佮讲到台湾的主权独立，认为美国应该和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嘛要扩大防卫合作，和台湾袂佮和中国来威胁。美国白宫前国安顾问波顿来台访问，头一场公开活动就是参加第12届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佮以台湾当期安定会地发表演说。波顿讲到中国威胁，提倡美国应该甲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也爱派更加侪的军舰通过台海，确保自由航行权。中华武器供应力量，赶紧补助对台武器交换的空邦，才会当吓惊中国。Now, on the political military side, I think there's a lot more bilaterally we need to do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 said in 2000, so 23 years ag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extend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Taiwan. 波顿指出，相同成年期待，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刷落来台湾下面年2号理事大选，波顿也指出，听到真侪关系无应该惹事的讨论。也毋过，伊认为只要台湾存在，中国大家拢会感觉很麻烦。对此，将中国威胁对世界公布，加共同保护参自我防卫，都会变得真重要。Not just in the military space, not just making Taiwan a porcupine. The more Taiwan is embedded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collective security, collective defense efforts, the lower the likelihood that China will take military action.
报道也强调扩大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呼吁欧盟等其他国家也采取更加侪的措施来应对中国威胁，像派出军舰到台海，让中国知影为了攻击台湾会有什么款的后果，也需要演绎安怎影响中国封锁台湾对全球造成的经济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赖清德的高雄奥运会伫昨成立。赖清德讲到，明年的大选是牵连到印太地区的局势，希望民众会当来甲因支持。那民众党主席郭文德讲要做联合政府，和郭文德甲口说伊困无饱。郭文德是表示，伊是为着要和台湾团结，才会提出这款想法。甲支持者瓦军握手拍招呼，副总统赖清德要代表民进党参选2024年的总统。拜六下晡，高雄市首先成立信赖台湾之友会，起兵超过2000人到场。赖清德强调，明年大选若甲台湾有关系，也牵动印太地区局势，爱民众选出正确的道路，坚定支持民进党。2024年总统甲立委的选举，牵涉到台湾的未来。嘛影响到民主的体制是毋是有法度通延续后代子孙的幸福，甚至嘛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稳定啊！要参选总统的人有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回国了后头一个行程是到台中迎接大甲妈祖回銮。礼拜到台湾时，佫再讲出组成联合政府的想法，希望取代甲民进党提来口号，确实红海创办人郭台铭批评是拄回国无困饱。我啦，我不是还没睡饱，我还没睡嘛，不是一个办法的。台湾永远从30几年前分裂到现在，要一个让台湾可以重新团结一次。郭文天讲，以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行程来看，伫外国人眼中，台湾就是分裂的国家。希望和台湾会使重新团结一摆，也有加5月7日领表参加民众党党内初选，选过正式争取总统的大位。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正在争取国民党定调选总统。昨个讲到，即马有 AI 协助，伊支持核市场定胖，而且嘛讲到台美的往来，伊无希望干那买武器尔，伊无爱看到台湾变作甲乌克兰共款。即马网络郭台铭的声势是较占赢面，国民党的另外一个人选侯友宜就表示，无论什么风雨，伊拢会做伙为国家来拍拼。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展开全台抢药之路嚟到台北场，集中伫 AI 科技，讲到台湾后一个复国新山。郭台铭指出 ，AI 是新科技发展平台，那未来台湾总统需要具备国际经济科技的3大能力，也对核数中企表态有条件支持中企。针对美中2大强权对立，伊无希望台湾像乌克兰安尼加做武器训练场。为什么一定要战争？跟美国的交往不一定只有买武器，是一个你输我赢的。只有我们帮他来合作，帮他投资，美国也要发展经济。台湾我不希望也变成人家的武器训练场。那新北市长侯友宜网络声量落后，郭台铭以及关注。侯友宜表示，面对任何风雨，都是刚心刚烈，当在为国家尽力。谢谢大家都关心我们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件事。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事，大家都是同心齐力的。针对郭台铭淡出降速轮，讲台湾伫中美之间行降速，红看做甲背水轮比较。侯友宜回应，只要会当互国际看到中华民国，拢值得肯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俄乌战争，乌克兰的乌曼有一栋公寓，互飞弹炸到，至少有23个人死亡。那罗西亚占领的顿内茨克受一只巴士互火箭弹拍到，夺走7条人命。另外，伫咧克里米亚嘛有一座油库，敢若互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引发大火。高烟清到几啊公里的县道，前方就看到被炸掉油库，伊原地冲出大火。塞环堡是克里米亚半岛第一大城，也是俄罗斯海军重要基地。当地政府指出，油库大火炭烧的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尺，即阵并无传出另外伤亡的消息。初步的信息显示，可能是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击所造成的。另外，其他所在传出的攻击事件是伤亡真惨重，包含乌克兰首都基辅、
东南部大城列表也有中部的乌班，分别伫北团出飞弹攻击。其中乌班市区这栋公寓大楼，互飞弹拍着了后，部分倒去，至少23人死亡，是3个所在内底死伤上界惨重的。 Загалом евакуйовано з цього будинку 70 осіб. І на дану годину більше ніж 60 людей отримали психологічну допомогу від наших психологів. 对此，乌克兰政府除了指责俄方无差别来攻击民众，要求后比供应更加侪武器。俄罗斯是讲，飞弹瞄准的是乌克兰预备部队集结的所在，拍到公寓的是乌克兰军队用来炸俄方飞弹的防空武器。另外，俄方也指责乌克兰用美国所提供的海马斯火箭轰炸俄罗斯控制顿内茨克，造成7名民众死亡。 Между ними разница, может, секунды 2, может, 2,5. Когда уже падал, сюда летели осколки за мной, именно шифера всего. 另外，现阶段各方所关心的乌克兰大反攻，基辅当局讲已经准备妥当。不过，综合欧美各国甲俄方的分析，乌克兰军队在能力甲动装备这各方面，也无度取得进攻所需要优势。当时，俄军早就伫边界来建着各种防卫的工事。乌克兰想法度一摆就来改变这战局，要真侪变数。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 防疫解封，花莲机场将迎接头一座国际航班，拢总有74个越南旅客。另外，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宣布，为5月初一开始，来台湾自由行有机会抽到5000块，希望今年观光客会当有到600万人。 外籍航空的包机伫8下晡慢慢降落花莲，为着欢迎这只首航的包机，也特别喷水泉。花莲县府伫入境的大厅安排阿美族的传统舞蹈，欢迎大家。总共74个越南旅客，5天4夜行程，大家拢真期待。泰鲁阁，然后还要去新潭、东大门，对，然后就再回去台北玩2天，又继续再回来花莲玩。哦。 这是疫情解除禁令了后，花莲机场头一摆有国际包机，隔3年总有外国旅客对花莲入来。花莲有228位旅客坐原班机到越南，升起以往必须去桃园机场，才会到出国的麻烦。有在花莲搭过这样子的直航包机吗？之前有，我妈妈他们有搭过，就是去山东的时候。但是疫情很久都没有飞了。对对。那现在有恢复，觉得怎么样？就很 happy。 每朝观光业者拢真期待，拢办出上新的伴手礼，希望官府会使多多安排直飞航班，带动花莲的商机。因为疫情也睽违3年了，那也很开心，这次就是有那个越南的飞机可以过来。对，那像外国客来台湾消费的能力也蛮高的。 官府讲，毋但越南，即阵也伫甲邻近的国家讲包机，希望能为花莲的观光带来一寡活水。首先是锁定的日韩，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等国家。我们之前这个仁川、釜山定期的这个伊斯坦航空的这个包机，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洽谈中。为了吸引自由行旅客来台湾观光，交通部也宣布，由台湾金福气活动对5月初开始，国际自由行来台湾旅客有机会抽5000块的消费金。另外，依照团体人数加在台湾的天数，提供5000到5万块奖助金的申请，加经半年以后也重新来启动。记者综合报道。数据二转的统测，伫这2天举办，有73000多人报名。这届就无过强制爱磅体温，搁有挂喙安。不过也是有规划体检阳性的考场，而且同款无开放备考。日头真大，台北市有30度，4期2转统测考生陆续来考场。虽然已经无强制挂喙安，感觉无爽快，才磅体温。大部分的考生游玩挂喙安，也是准备喙安来考试。我自己还是会先带着，以防万一。那你决定不带？我决定要带，但是我等一下会带。我放在书包，我有备用2个。提出准考证就会当入去考场。出入口拿一个是3个，但是若是考生自主快筛阳性，依然爱去备用的试场来考试。专业科目2有吗？有同学已经就先前已经先报备。我们是有启用这个特殊备用考场，没错。今年统测有74000多名考生报考。相关群甲参与群依然是上侪人来报考，卫生甲护理类2400人。家政群幼保类敢若1549人。当初为什么会念家政幼保这样？我喜欢小朋友。那你以后会想要当幼儿园老师吗？不会。不会。对。那你比较以后想要走的方向是什么？我想去月子中心。升学辅导专家指出，受到少子化甲资通性科系排挤，
加上医护人员是真辛苦，卫生甲护理类的考生全年是减少9000人，教保人才流失嘛是另外一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主会堂当年的母亲节进程拢会举办母娘文化季，昨起价要绕境2天。总统蔡英文嘛有到场参加，感谢因为社会贡献。台北市松山主会堂的母娘出巡，总统蔡英文、内政部长林佑昌、台北市长朱万安拢有来参加。伫今仔早起正式起价。我要特别谢谢松山慈惠堂，发扬母娘的慈悲精神来做公益，像是捐赠过超过40辆救护车，还有提供清寒学生的奖学金，这些行动都是为台湾社会带来正面的能量。王母娘娘出巡，沿路信众排队软脚卡，伫2到30这2天绕境，祈求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年参加的人数比往年拢增加超2倍至3倍，今仔日估计超8000人至1万人。已经有16档历史的台北母娘文化季绕境嘉年华，有各地顶头来自会江斗闹热，艺个火车车队护驾随行，现场是闹热滚滚。对，我逐年拢带母娘绕境啊。逐年拢足闹热的，拢逐年有来看那个母娘的文化季，所以。来软脚卡，感觉是足好的。母娘是民间对妈妈也是年岁较大女性的称呼。王母娘娘是民国48年以后伫台湾出现的民间信仰。新岛见民党的以母娘慈悲小借问，台北松山主会堂以社会公益出发，到当地母亲节进程绕境结束，会伫台北办大型的音乐会，提醒信众着爱感恩母亲。记者曾俊佑采访报道。云门舞集50周年，将演出代表作新团，连场外嘛拢有转播。创办人林怀民佮带舞者出来说感谢，同齐为台湾祈求平安。带领舞者行到外口，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亲身指导排练，出团写舞，刷来。大型的红布条雄雄有开，在风中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几个大字就安尼出现。亘古以来万民的一个祷告，所以今天晚上也不例外。云门舞集50周年，全台展开巡演，彰显代表舞剧新团，讲述先民对长山过台湾，经过渡海行行，甲开垦的心路，团队突围的勇气甲辛苦。我想这是永远的，永远的。新传里面的奋斗也是永远的。全台将近24000张门票拢卖完啊！台北场实来巡演是为一场东部伫国家两厅以头前的户外广场，以大规模方式展播，互代表性画面彰显伫户外，也呈现伫观众的面前。新传有特别的意义嘛？它是我们中美断交的时候的舞马嘛。我们是学舞蹈的，对。然后之前就有买票，但买不到，所以就一定要特别来看看。为少支持者早就来占位，虽然这使继续大规模来见证这出的舞剧，不过相信相关是真震撼的。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8度到21度，中部地区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19度到27度。一个外岛地区16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